有一对翁仔某遭炒帮团涉嫌勾结建设公司的高层，佮协助厝主来伪造财力的资料，甲固金银行诈贷超过2亿7千万，甚至佮偷用厝主的囡仔去做抵押权的设定。即马检方是依照共同诈欺、伪造文书、甲违反银行法组织条例等等的罪嫌，甲13个人起诉。近日，该举办讲座，鼓励买厝投资。主讲的姓廖查某人生前甲翁婿联合共组的不法集团，都是江妈妈炒帮团，互人控告交易建商用假文件向银行诈贷超过2.7亿。经过检方调查，专案侦查终结，起诉姓江翁婿甲建商等13人。本署检察官认江姓被告等13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伪造文书、诈欺银行等罪，依法提起公诉。警方调查，江妈妈炒帮团是以建商会当无利息借贷，佮骗讲有买厝的补贴金，准讲买的人钱无够，嘛是照常鼓励因买厝。啊，毋过因是碰碰买主收入资料，向银行提高房屋贷款金额，佮用假房价做实价登录，有关建商手头还未卖出去的厝价。第一点呢，就是要收好自己的印鉴跟印鉴证明因为这些工具呢，可以说是我自己的身份证一样重要。第二个呢，要了解自己的还款能力切莫好高骛远来购买自己还债能力以上的房产。规个不法组织毋但牵涉到诈贷，阁互5间银行受害。讲好的无利息借贷其实是设计好的，建商要求买主签订相关的合约甲本票，对方无授权，竟然私底下摕买主的囡仔甲印鉴，向地政机关做抵押权设定。若是借钱已经到期无能力来还，建商就会将厝拍卖，互买主失去所有权，规个拢去了了。记者综合报道。